后来乡亲啊，台积电台湾之光，这个台积电的股价创下着历史的新高，市值冲破着13条，将做全球第11大的公司。啊，到底多几间的企业排全球市值的前10名呢？这个第一名是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，市值59条；第二名苹果公司，市值58条；第三名是微软，市值47条。这10大排行榜，美国占7名，中国占2名，所以台湾的台积电会当进入第11名，真正是了不起。There's a king of oil. It has to be Saudi Aramco. It is the largest energy company in the world. 沙漠内面的乌金，全世界市值上悬的公司——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，一天会使生产超过1200万桶的原油。去年12月，才挂牌上市尔，就超过美国的苹果公司市值超过新台币59条。5G will bring a new level of performance for downloads. iPhone 12顶个月才开始卖尔，苹果公司的市值即摆已经超过58条的台票。来看全世界市值前10大的企业，除了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加苹果以外，微软排名第3，市值差不多是47条的台票。亚马逊、Google 嘛进入前5名，其中也有2间中国的公司，腾讯甲阿里巴巴分别排名第7甲第8名，第9名是股神巴菲特的控股公司伯克夏。咱台湾的台积电的市值超过13条，台积电唔若超过美国零售企业沃尔玛，同时伊成长的脚步嘛无停落来，就有机会会使超过第10名的Visa。